早安，親愛的弟兄姊妹們，讓我們一起來思考今天的經文。5月6日，星期三。當罪人悔改時，上帝的使者們歡喜快樂。路15章10節。問題：這種改變的功勞歸於誰呢？我們人類常常傾向於關注那些在過程中提供幫助的人，但屬靈的真相遠比這更深。耶和華是源頭。一個人重獲信仰的功勞不屬於任何人，即使是老年人也不例外。正如使徒保羅所指出的，是上帝出於他的慈愛，或許賜給他們悔改的心。提摩太後書2章25節，是他觸動人心，幫助迷途的基督徒轉變思想，出於上帝的引導而悔改，能使人更準確地認識真理，恢復理智，並脫離撒旦的陷阱。提摩太後書2章26節，一旦有人回歸，長老們就會扮演保護牧者的角色，他們的職責是鞏固他們重獲的信心，幫助他們抵擋未來的誘惑，並幫助他們修直自己腳下的道路。希伯來書12章12至13節，知道耶和華上帝總是願意給我們新的機會，真是令人欣慰。永遠不要覺得回歸或幫助他人回歸為時已晚。上帝的愛勝過任何過錯，我們向他邁出的每一步，在天上都是值得慶祝的。信賴他的指引，並為每一步小小的進步而慶祝，因為在這條路上你並不孤單。明天見，祝你有美好的一天。願耶和華上帝賜福。此致。